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的个节目。今晡日咧是日料单元，不过咧，到底譬如日料单元怎么有一只按电影写个重新加辣幅度咧遐片咧，等下好好来了解一下。今日日料单元了大家咧讲的是应该冲突，一般来讲冲突对因应该身体空气非常个冲扰，然后让应该性侵。今日绕墙都是领口冲杠日展个组织性上，太冲去冲外口，系马莎咧家个分享机系因理解蔡仲润性上分享。大家好，那是蔡仲润性上，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大肠直肠外科相关的知识。欢迎医生，谢谢。应该很多你门诊的那个患者一看到医生的时候就会说：“天哪，医生，你这个看起来很年轻哎！”应该有没有？会啊，就我这种时候赶快说我已经生2个小孩了，他们就会哦，突然就觉得比较没那么年轻。很好，我们其实讲到肠道、大肠、直肠科，其实这对身体人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其实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更注重这个部分，对不对？对。你讲的。老公俩动虫扰改之前，Amy 现在看一种图，就是这张图，然后这张图是医生带来的，对吧？更重要的事情是，这是你画的，虫猫。对，我们是不是认真来看一下？好，你看哦，先看这个人讲，他说，这像看漫画一样，他说你的肿瘤塞住整个大肠了，必须尽快安排手术。然后他就说，我们想等鬼月结束再开刀，可以吗？然后你就画了第2个，癌症破掉比鬼还可怕。对不对？你看20238月29画的，对，那时候画的。医生，你真的画得很好哎，先掌声鼓励一下。不过医生，你要特别分享这个，是因为这是真的会这样。对，真的会这样子，尤其是在鬼月的时候，大家为了避免一些迷信的关系，会怕那时候要做治疗或开刀。可是通常会大肠阻塞的病人就已经来到急诊了。那到急诊之后要尽快做处理，没有办法再等待，这样子算是紧急的病啊。那如果这种时候还要等鬼月结束的话，可能鬼门还没关，人就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要紧急的状况还是要赶快做处理，这样子。是，所以遇到这样子，即便是那个患者要求，也不会同意，对不对？对，如果是已经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要尽快做处理。对。其实用两种土壤乡亲朋友来分享是讲，了解一下动虫改自行，如果线上去动等一下，基本用好等一下改风湿发秃啊，重新办法改风湿到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卫教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用那种硬邦邦的图，有没有？大家就会好像会觉得，好像在看教科书，可这就不会，对不对？听也让大家的小孩，就是我们手上有一个这个东西，这太可爱了。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是谁吗？这是我从医学生实习开始创作的一个漫画，然后因为那时候医学生因为在实习的时候，在医院就是门诊啊、病房就是观摩嘛，观摩其他资深医生在做什么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会挡住通道，因为医院没有那么宽敞，比较窄的时候，很多医学生在那里，大家就会说有点像路障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三角锥的形象。那我自己是在自己当三角锥的时候开始画这个漫画，所以就会用这个形象来做创作。你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穿这个是医师袍，对，他穿的是医师袍，然后他是一个像一个人，可他又是一个路障，没错，其实蛮悲伤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很像路障，有没有？一直挡在那边，不知道要站在这边还是站在这边，对，不知道该站哪里好。可是这个就是要很努力学习的路障，因为你人要在才能挡住别人嘛。对嘛，所以是努力学习的学生。动什么好起改好上而改路障，他的名字叫库勒克，对不对？对。好，了解可以改名，好，了解新上到去哦的。所以其实医生除了是一个这个大肠直肠科外科改主治性上之外，他个重要，他也是一个图文创作者。对你真的很斜杠哎，我想帮你这个掌声鼓励哦。好，我觉得这个在这么可爱的开场歌，还有其实要大家的分享，其实大家有发现吗？你改冲突。口内又动央虫改平又比较轻微的问题，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起，好不好？比如说大家会不会有便秘的问题？很多，会有人因为便秘去门诊吗？会有，还蛮多的。是，对。所以到底便秘是原因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对于便秘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像每天都大便吗？
当一堆呕洗，还是说几天一次就算便秘等等的？其实一般来说，大便只要3天有一次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天天就大。有些人觉得没有每天大便就是便秘，其实不是，你要超过3天以后都还没有解，才可以叫做所谓的便秘这样子。那便秘的成因有很多啦，我们先讲一个人大便的那个机转哈，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的大便是土。那你的大肠是所谓的推土机，所以你的大肠会蠕动，把你的土这样子把你的大便挤出去。那要顺利的挤出去有几个关键嘛？第一个是你的大肠要够力，因为它推土机要有力可以把它推出去，所以有些人会蠕动的太慢或蠕动的不好，就会不好推。第二个是你的土不能太硬。你的土如果太硬的话，不松软的话，它很难推。就想说很多的硬土卡在那里很难推。第三个就是那个摩擦力不能太大。你想想看，你要推出去嘛，所以摩擦力当然越小越好，要润滑。怎么润滑？就是多喝水。对。所以常常便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你看你都没啉水。对，没错。但是更多人会说你没吃青菜。对，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迷思。可以这么说吗？你可以当做是一个迷思。有些人说就是要多吃纤维才不会便秘，可是当你吃太多的纤维，而且有些纤维它很容易在你的大肠形成所谓的粪石。你就想象一下，羊吃草会变成羊大便，而且是一颗一颗硬硬的。对。所以当你吃了很多很硬的纤维，像比如说有籽的水果，像芭乐，或者像说生菜，可是没有加任何油跟酱那种很干的那种菜，你吃了很多之后，你的土会很硬。那很硬的同时，你又没有喝足够的水，或是没有摄取一点油，让你的肠道润滑的话，你的推土机就会推不动。你反而会因为吃了一大堆纤维，然后觉得肚子很重又解不出来。哇，对，所以其实应该要吃比较软的纤维，好消化的，然后也不用太大量。那像苹果呢？苹果算，因为大家都说苹果纤维很多。对，其实苹果这个的话，有一种说法是说，你吃苹果反而会让大便变软，更好解。可是有一部分的人吃了苹果之后，反而大便会更硬，所以这个其实跟体质有点关系。对，所以灌甜是黑马改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要有定期的，就是你自己有周期性的排便，就是你是有固定的周期，然后最重要的改其实有线上讲的黑公，因为是该的高纤维改东西，最重要我觉得要保持足够的水分。对，足够的水分很重要，还有就是要多走路。对，走路其实很重要。每天走30分钟到1个小时以上的话，它其实走完之后，它会帮助你的肠道去蠕动。然后它就会让推土机更有力气去把你的大便推出去。等一下，医生，你特别说走路，那这是跟运动有关吗？我的意思说是一个运动的概念，还是走路这件事情本身很有帮助？运动也可以，可是不是重训那一种，是要你一个规律的活动，像是走路啊、跑步啊，一个规律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好，你看你讲便秘开始讲起，听到在讲的是一般你看广告，然后看报章杂志、YouTube都给讯息，我们谈到的就是痔疮。对，因为痔疮有可能会流血，而且大家很容易讲到痔疮就会跟你讲大肠癌关联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下，比如痔疮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或是痔疮是怎么形成的？一般来讲，你来看一下哈，比如说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图。这个是我以前学生的时候画的，是帮助病人理解。对，分享一下，其实这就是痔疮的形成，对不对？对，其实首先我要讲一个是说，痔疮它是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因为你长了痔疮，它就变成癌症。对，我觉得这它的成因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只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觉得最危险是很多人可能有机会是癌症，但他说这个是痔疮。对，这的确是会有这个可能性。所以看医生很重要这个就是其实是形成痔疮的这个过程，对，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肛门是一个充满血管的组织，有很多很多的静脉丛这样子。那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学过，动脉会流出来，静脉会回家嘛，回到心脏。所以当我们静脉回流受阻的时候，它就会肿起来。那什么时候会受阻呢？当我们在排便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去用力
用力的时候，那个静脉回家的那个路线就会有一点被受阻，所以肛门的静脉的血管就会肿起来，这是正常现象，每个人都会。可是当你排便很快就排完了，你的肌肉放松的时候，那个静脉回阻那个肿起来的状况就会慢慢消掉。可是当你在马桶上用力很久、很用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微血管破裂会形成血栓，那些阻塞的静脉丛，就是血液有可能会形成一颗一颗的血栓。那形成血栓之后，那个肿就没有办法那么快消了，就会肿在你的肛门的里面这样子，或者是外面，对吗？它在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大便出去的时候，把你那个肿的肛门给它推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向里面的内痔给它推出去，就变外痔。没错，它就会推出去变成外痔这样子。对，那里面的是有机会说它自己慢慢去吸收去不见，但是当你推出去，它又形成血栓，你的皮肤又增生的时候，组织已经增生了，它就不可逆了，就回不去了。永远吗？如果它已经增生了就回不去了，是，所以就要跟它共存。对，你就得跟它共存。所以其实简单讲起来是嘿，其实如果说你上厕所上很久，然后你很用力，对，然后那个静脉可以说是静脉，因为你上厕所的摩擦，它本来就有可能会就变大，但是就变成是像刚刚医生讲的，它是不是很严重？然后它会不会造成你刚刚讲的那个结果，对不对？就是回流受阻啊，就当做是有点像是就是它回去的路径被你卡住了，所以它受阻之后，它血液在那边就形成一个一个的血栓，就会摸起来硬硬的。所以有些人大便完，觉得摸起来屁股好像有一颗东西硬硬的，那有时候是外痔，就是你的里面的受阻的静脉肿起来的地方，有血栓的地方，它被你大便推出来以后，你就摸到它。可是过了1-2个小时，好像又缩回去了，又摸不到了，对。那有些人他反复这样子，就是大便常常很用力，反复这样推进，就像我们的皮肤一直拉，可能会松掉嘛。屁股的皮也是会因为你这样反复每天大便习惯不好，然后让它就是会赘皮会增生，然后会有点松掉的感觉。那时候就已经不可逆了，这样子。好，我可能係非常動從了解地區咯，還有動從了解地區咯，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同你講。东方医疗的绕墙道类似临头冲杠依然嘅台冲举冲口嘅阻击性上哈。我们前一段节目又让大家先简单的讲到，其实肠道对身体嘅空气非常嘅重要。你讲到便秘对不对？我们讲到痔疮，因为便秘到痔疮都会它一半因，尤其是上班族很常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上段节目线上又讲到走路，我觉得这个我好像常常听，不过今天你一讲，我觉得更有说服力。我觉得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哈，明明知道的事情都不认真听，然后医生一开口就突然变很乖，就是医生一讲什么都对，然后就很乖，所以我会觉得走路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好，你刚才讲到痔疮，那到底痔疮会有哪些症状呢？信上这边，比如说，我觉得第二个最明显，就大家常常上厕所会有鲜红色的血啊，对，因为尤其是你那个，因为静脉回流受阻，它比较肿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大便比较硬，它刚好经过你的肛门，我们肛门的皮其实是很脆弱的，它经过你的肛门，它们血流很丰富，刚好把表面膜一点破皮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会有就是受伤，就会有一点点血。这样子，那有时候就是因为马桶很多水嘛，那你大完便之后滴血下去，会看到整个马桶红红的，好紧张，这样子。我觉得好可怕。所以有可能是肛门破皮，然后它可能滴血下去，然后滴到马桶里，看到整个鲜红色的血。因为你滴下去的话，你站起来你会发现那马桶是所有的水上面都浮一层都是血的那种感觉。对，那时候的确是会觉得心情蛮紧张的，会需要来找我们大肠直肠科稍微检查一下，聊聊天。对，聊聊天。对，其他的就是像刚才医生也有讲到，可能肿大的异物感呐，什么像块状物从肛门脱出。不过刚刚比较没有提到的是可能会有瘙痒的感觉，或是灼热感觉。对，就是它如果那个痔疮刚好肿在你的肛门口，然后你肛门又因为我们肛门收缩力其实是很强的，它收缩之后，你刚好外痔在外面的时候，它因为
静脉受阻，它肿在那里，加上血栓形成，它会有一个很痛的感觉，尤其是第一次发作的人，他会觉得特别痛，这样子。好，那我再问一个比较戏剧化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戏的时候，或是在看广告的时候，他们会说因为痔疮痛到站不起来，或者就是会站起来会很痛啊，它真的痛起来，真的会痛到受不了。OK， 对，真的可以很痛。OK， 然后还有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裤子是血。哦，这也是有可能的。 Okay 如果它真的肿得很厉害，然后刚好裤子又比较粗，去摩擦它那个肿出来的部分，表面有点破皮，就有可能会流血这样子。好，所以到大家都分享一下哈。不过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预防嘞？要怎么办？第一个点就是排便是不能用力过久，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在马桶上看书、看手机，就像那个精神时光屋，人一天休息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马桶上的感觉。而且现在又习惯带手机，对，其实你明明上完厕所了，还要在那边蹲很久，不知道在干什么，因为你要滑手机，什么？其实最好是说你在排便的过程不要太久，就是越放松越好。对，不要在上面一直用力，你就放松，然后让它顺顺的出去。可是有一种是你便秘大不出来，你就会在里面一直用力。其实那怎么办？还是说，好，我先休息一下，我先等一下再回来上，我先分段这样子。这种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便秘大不出来跟你的肛门没有关系。你要想说，肛门是门，它是你的整个大肠的出口，它只是门而已。所以你便秘是你大肠，像先前讲大肠蠕动不好，或是别的原因造成你的便秘，而肛门只是你的出口，所以你一直去挤你的门，就像你一直去弄你的排水孔。也不会让水管变通那种感觉，对对对。哦，所以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对不对？取足够的纤维，不要莫不应该大便穷啊。这边有特别提头，就是提到讲饮酒、熬夜、辛辣等刺激食物。对，像有时候熬夜或辛辣的食物，有时候会让你的血管扩张，或是太刺激什么的，反而会让那个痔疮变得更严重，这样子，尤其是比较辛辣，或是有些很多人吃完麻辣锅说会炸屁股，有没有？对对对，就是你吃完麻辣锅以后，你的血管扩张，然后你的原本有痔疮的人变得更肿，或是你一直拉肚子，一直使用你的肛门。这样子，它一直反复的这样子用力啊、使用啊，就有可能会痔疮会复发或是跑出来。对对对。好，我看到大家分享都按从啊改第一些，刚才线上又特别公道，医生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如果说哇，像有时候因为痔疮很严重，你看到都是血，大家会怕就要去看医生，对不对？我们就要回到去看医生这件事情。一般感应一定是觉得有一些哪里怪怪的，或者哪里不顺畅，什么以轻性上。所以医生，你们这边在检查的时候，除了跟患者沟通，了解一些讯息，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们其实会有一个门诊，会有个质诊，对吗？对，就是来我们的门诊的话，如果是要看屁股相关肛门的问题，我们通常一定会做一个肛门质诊，去看你肛门的外观，然后去摸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东西。有时候会伸出一个短短的肛门镜，稍微伸进去看一下肛门周围的状况。那如果说就是医生肛门镜多长？肛门镜的话，如果是门诊的那种硬式的乙状结肠镜，大概20公分，可是不会伸那么长进去。好长哦。如果是另一种铁质的，专门看肛门的，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对对对，大概10公分左右而已。对对对，主要是还是以看肛门为主啦。OK， 对，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质诊，对不对？对，那如果说血便的病人，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建议安排大肠镜，对，要安排一个大肠镜。对，所以这个时候大肠镜就会再额外找另外一天专门来做大肠镜。没错，所以大肠镜很重要，对吗？大肠镜很重要，因为它其实是检查很多大肠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无论怎么样，大家还是不管你即便是一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别有问题的人，你还是要有一个大肠镜的安排。应该说，如果今天你家族中有人得过大肠癌，或是说你今天有血便的症状，或是你今天排便的状况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突然开始一直拉肚子，或是一直便秘，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就是病人要排一个大肠镜检查这样子，因为大肠镜检查其实是医学证实说有效预防早期大肠癌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去检查，然后早期的
看到息肉什么，早期把它处理掉，其实是你预防大肠癌最好的方式。错，不过一般感因是会去去走大肠镜的这些，其实有点麻烦。对，因为你要先把肠子清得很干净，然后你要很紧张，对不对？然后你要排1天，然后去检查。我觉得这对蛮多人来说会需要克服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不過始終先生講嘅，你非常嘅重要。但現在大家咧講下，既然重要，因為做很多嘅準備，那大家都分享一下，他一定要先做低渣飲食。沒錯。對，所以什麼是低渣飲食呢？我們好好來跟大家講一下。低渣飲食就是那種比較軟、比較好消化，然後沒有什麼不含纖維的飲食，像是麵包啊、白吐司啊，類似那一種飲食這樣子。那低渣飲食的目的是因為我們人吃下去的時候，食物到大腸大概要經過36到48小時的時間，所以我們通常會需要一個2天的時間去來準備所謂的大腸鏡。那2天前就會請大家吃低渣飲食，然後在前一天會請大家吃清流質。清流質就是像水啊、飲料啊，不含任何顆粒的透明的液體這樣子，然後再搭配喝瀉藥。然後喝瀉藥的時候要搭配很大量的水，去把你的那個大腸裡面舊的大便全部給它大出去。你大腸清得乾乾淨淨的時候，這樣更做檢查的時候可以看得更清楚。尤其是一些比較小的息肉，什麼0.1公分、0.2公分的小息肉，如果你清得很乾淨的時候，比較有機會可以抓到它，早點把它處理掉，這樣子。那有些病人會想說，哦，我偷偷吃，醫生不會發現。會。我們會發現，因為你的大腸會告訴我們一切，所以你偷偷吃什麼東西，像這個圖就是有病人偷吃3色豆的話，那我大腸鏡檢查就會看到玉米的痕跡啊、蘿蔔的痕跡啊、青豆的痕跡，就知道哦，你有偷吃這樣子。其實我之前也有去照過那個大腸鏡，然後那個醫生就說，你要很認真做低渣飲食哦，但他很 nice， 給你動好。不過佢意思是講，其實如果你沒有很認真做，他會對你來做大腸鏡是打折扣的。意思就是說，就像醫生講的，如果有些東西還在腸道裡面，然後它可能會遮住你腸道的某個部分，沒錯。所以我就會覺得這個很有道理。大家想看看，係講你冇動寧靜走啊，你好不容易又2天，而且心臟該有搞懂，你得躺頭冇瀉藥，其實很辛苦。對，很辛苦。低渣飲食其實很辛苦，因為你有2天要特別控制應該飲食，然後你還有瀉藥，然後你還要。有可能隨時都要去上廁所，對不對？你如果上班上到一半，搞不好說，不好意思，我現在要去上廁所，因為你吃了瀉藥，所以你就要很認真吃，因為應該用一種體重講改時間，大腸是乾乾淨淨的，醫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對不對？所以係講你只需要用按樣改就是去做體重講改時間，線上很多新東西也好好的是請你應該從頭改時間，我覺得大家還是要認真做，對不對？我們。接着要到大家的講，就是現在大腸鏡，其實除了低渣飲食，大家覺得很麻煩，為什麼大家會害怕？因為大家就會覺得會不會很痛？其實大腸鏡是不會痛的，它會感覺說有鏡子伸到你身體裡，然後在你身體裡轉來轉去，就是有一點點像肚子脹脹的。有些人會有點像想要拉肚子的感覺，可是事實上我們的大腸本身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的，對，所以它其實不會痛。是，但是有時候就是因為病人會緊張、會害怕，他肚子會用力。當他用力的時候，他反而才會感到痛，因為他用他腹部的肌肉去擠壓那個鏡子。鏡子雖然是軟的，可是它其實也是有點硬度。他如果用力去擠壓的時候，他反而會比較痛。是這樣子。那容易緊張的病人的話，就可以考慮做無痛的大腸鏡。對。好哦，所以咧大家都講一下，其實就體重計要分你講要麻醉又係冇麻醉，錯冇嗬？所以到底會選哪一種咧？你聊下，就讓大家都講。เรา強調係財性上係鏈球衝槓自然嘅體重去衝外扣嘅組織性上。我們上次節目有講到，就是其實你看這個圖好可愛哦。我們用圖來說就好了。一個就是大腸鏡檢查中超級害怕，然後另外一種是無痛。
其实是一个有麻醉，一个没麻醉。对，是分有麻醉跟没麻醉，因为大肠镜本身是其实不太会痛的。OK，那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其实如果大部分的状况可以选择清醒的就好了。哦，对，其实清醒的做还可以偶尔看一下荧幕，看一下做到哪里了，这样子。好可怕哦！所以还可以说，医生现在这边，医生还说，你看你第一张没有弄好哦，你看我这边有看到食物。对对对，会有这样的对话，没有错。还可以边聊天边做，有时候聊一聊，检查就做完了。然后医生就说，你看这边有息肉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要有强大的心理建设才做的。好，两下讲到台中港改景行，其实讲到两岸，如果说大肠息肉是大肠息肉的高危险群，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在做大肠镜的时候，里面如果有息肉，可以是看得见的，然后医生也可以同时处理的。为什么会特别讲呢？因为大肠息肉跟大肠癌是有关联的。对，它是有关联，它有点像是我们的大肠黏膜的变异，基因突变之后变成小小的息肉，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小孩子，他会长大。你如果不处理它，它就会长大变少年，他可能会变不良少年。他如果变很坏，变癌症，就是变大坏人了，这样子。所以你要趁他还小的时候就把他给掐死，这样子。对，趁息肉还小把它给拿掉。他就比较没有机会变不良少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找台冲讲，因为可以变得不良少年自谦。你就先在大肠镜的时候，而且如果是清醒的话，医生还说你看这边有，然后医生就在你的面前把它处理掉了，对吗？没错。好，跟到大家的分享一下，其实大肠息肉的高危险群有哪些？他可能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好，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基因突变的机会会变高。第一个就是如果有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大肠常常发炎的话，肌肉也比较容易突变。基因啦，容易突变。好，那或是家族中有息肉症的，容易长息肉的。家族病史也比较有可能会长息肉。其实很重要就是吸烟，其实抽烟对大肠的影响是很大，只要有抽烟的人，几乎都会长大肠息肉。嘿，我们不管是访问心脏科、大肠科，我发现我们访问不管哪一科的专科医生来到这边，我们不管讲到哪一部分，最后医生都会说吸烟会影响没错，任何的癌症，所以连大肠都是。没错，而且影响蛮大的。以前我们会觉得吸烟保燃死还吸燃死也跟肺有关，像没有，像心脏科医生也会说，我告诉你，你不要抽烟，因为对心脏很有影响。他会对。而且吸烟对大肠的影响不是你戒了烟就结束的。我们有医生有研究过，你戒了烟以后，它对你的大肠黏膜的影响可能会持续个5年或是10年。就是你只要抽过烟的人，他戒了烟以后还是比较容易长息肉，他要过了好几年，他这个影响才有可能会变小。连到你做土壤的这个重新养土是一样的。对，这个可能这个土已经有农药，但是你要养很久，它才会变干净。还有好批好毛绒润筒感应，真的哎。不管哪一科的医生，最后都会提到这2样。没错，因为肥胖、BMI 高的人，或者高脂肪的东西吃很多的人，也会比较有大的风险会得大肠癌。那这种人的话，就也要比较提早去做大肠镜的检查，看有没有早期的息肉，或是早期的癌症，要提早处理这样子。好，大家有没有发现 Kimi 到台大分享的这个图片都是医生制作的，都好可爱。等一下哈，这一张也是好可爱，很像在看漫画，你就很。我先讲我的感觉，如果今天这是教科书，我可能就会很快翻过。可是因为它很可爱，我就会想去阅读。对，我会想要去阅读它到底说了什么。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息肉的成长历程，是吗？不是，它是一个拿掉息肉的过程。一个 OK，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大肠息肉。第一个，对，它是一个息肉。然后它因为它已经长很大了，它想要变不良少年了，它快要变癌症。他说我已经有变异了。对，那这个是在描述说我们还笑那么开心，我们怎么用？对，因为它要变坏了。对，那我们是在讲说用大肠镜怎么去把这个息肉圈掉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能会打一点水啊，然后用那个我们专门夹息肉的圈圈，好去把它圈起来，然后割掉。这是在做大肠镜的时候就做的。这是大肠镜的时候做的。医生，你真的好可爱，你看地板变高了。对，那是打那个水到黏膜下的时候的那个，对。然后他就会说这是什么？他可能息肉看到那个圈圈就说哎什么东西，然后就哇就被扑就被夹下去。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切完息肉要把它拿出来嘛，所以大肠镜就会靠近它，想要去吸它这样。所以是用吸的。对，我们会用吸的。哦。对，我们看下一张。哦，好。嘿。
对啊，过头了。好，吸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吸住它。然后吸住它之后，如果在大肠比较深部的话，我们就会吸着它一路把它拉出来。哇，有些息肉比较不乖，吸不住的，我们有那种网子啦 ，OK， 就是网子会抓住它，也是用大肠镜把它抓住，然后从大肠整个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给它啊的那样拖出来，这样太可爱了。这个是两腿黏膜下切除术切下来的息肉，你可以摸摸看。对，这个真的很可爱。然后你还把息肉就是这么样的拟人化这样子。OK， 你看到大家做咧看到咧，伊连串都系线上把它凸，然后讲的是系金融因都爱走台冲讲的时间到息肉拿出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医生。去那个瑞士医学大会有一个医学会的时候，就是那个你们的那个 conference， 就是你们那个会议的时候，那个全世界的医学教育大会。对，那医学教育大会就是会有全世界的医生去分享，就是关于医学教育相关的一些研究啊、论文啊。那它里面有一个就是section 是专门就是给那种创意教学的。对，然后那个创意教学 session 就是全世界有21个人去投稿。那它创意教学包括你可以表演，你可以跳舞，或者你可以设计任何东西去展现你就是教育的方式。那我那时候就把那个我的漫画投稿到那个大会，然后投稿的时候没有想到会过，不过后来就是他们21个选6个有选上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有去瑞士台湾之光报告这个台湾之光报告这个漫画，我觉得真的是台湾之光，因为我自己看都觉得它很有趣，你就变得没有那么害怕，然后你就会更明白这个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医生讲的时候，你要很专注听。可是如果你辅助，就是用聊在慢法提修，你的理解就会力感是被好加，就可以增加的很多。对，好哦，这个就是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天天哈勒要大家讲，就是说，医生我们要问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说。台大出了讲，大肠癌是会让大家就是很紧张、很害怕。它也的确很多的这个案例也让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尤其里面会提到这个肠造口这件事情。就大家一想到这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慌。所以我想说，今天特别问线上聊这问题，是不是可以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它？肠造口其实是一个从大肠中间就是拉出一小段到皮肤上的开口。那通常会需要这样子的人，就是你如果因为肿瘤的关系，或是严重的大肠破裂或发炎，导致于说你大便经过你的肛门那附近，或是经过下面的肠道会有感染的风险的时候，或是阻塞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暂时性的造口，让大便从皮肤这边暂时给它出来，有点像是大禹治水分流的概念啦。就当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某些疾病，我们不能让大便从肛门出去的时候，就会做一个肠造口在肚皮上。那它有可能可以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永久的。这样子，那就是看疾病的状况去判断。那有些人可能会很害怕说，我害怕肠造口，所以我今天不要去做大肠的检查。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肠造口的存在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有点紧张，有点害怕。那你可以就是有时候它是治疗中间必要的手段啦。它不一定会是永久存在的，有可能是为了配合现在的治疗。然后暂时性放的东西，所以不要为了害怕这个去延误应该要有的癌症的治疗，这样子。那有人说过肠造口就像那个肚子上的一朵玫瑰花啦，就是有那个玫瑰之友的病友会，他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在你身上的一朵花，然后不要去害怕它，只要好好照顾的话，也可以跟它和平共处。那等到治疗做完全的时候，再看有没有机会说让这个玫瑰花回到它的身体里面去，这样子。是，所以俩是嘿线上提陪到台高在讲的哈，节目该追密，我们剩下30秒，所以是我们要问你一个题目，因为只剩下30秒，所以我就问一题，然后不能想很久，而且要特别问这个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请问一下，医生你最喜欢吃可是对身体最不好的东西是什么？薯条，我超喜欢吃薯条，可它真的对身体没有不好，它高盐、高脂、高油，超不好的。对，可是就是我压力很大，超爱吃薯条，它真的很不好。但你还是会吃？
我觉得 OK， 我们已经这么辛苦了，久久慰劳一下自己。我也曾经访问过一位营养师，最后追问，他说甜食真的不好，真的甜食真的营养师。我说医生你会吗？说我会。他说因为有时候真的久需要一块来慰劳自己。好，今天副总感觉心脏的都两片，那太高的分享，医生有空真的常常来帮我们做一些这样的知识分享，感谢。好，天天好了，让所有嘅乡亲朋友更好的做人同了。好看福喜类的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呢個免數嘅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